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26，诗篇119篇81节安尼讲：我的心迫切羡慕你的拯救，到要昏去。你的话，互我有盼望。大家来祈祷，赐拯救甲盼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生命的上帝，是救阮脱离黑暗甲苦难，互阮有光明甲盼望的活命主宰。因为一切万物拢是照你的旨意来运行，所以愿要来敬拜甲尊重你的名。主啊，伫世间，阮看见人有济济苦难，也想要对世间来敲做拯救甲答案，总是阮袂记你，阮所需要的，就是迫切羡慕你，全心来倚靠你，亲像诗人迫切羡慕你的拯救，到要昏去。因为对你的话，愿通有生命的盼望。愿你帮助阮，用迫切的心来羡慕你，每一天欢喜来亲近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，互咱每一天拢迫切来羡慕伊，互咱的生命有伊所赏赐的盼望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